吃饭了，媳妇儿。信心十足。哎，来了。哎呀，你吃哪个？哎呀，吃哪个？我吃小的吧。我吃这给你。得意忘形。咦，还有俩的。哎呀，好吃吧？吃吧。你这有啥呀？你这干啥呢？冲我呢？我这爸肯定有家伙。不吃啊？你看着没？你都得生气，你都得急眼呀！我告诉你，宝贝啊，哎，来呀！哎呦我的妈！真这样。他扛死你的。今天看我怎么治你。吃饭了，你看多累了，太可爱了。炒鸡蛋吗？呀，手放手呢？你搁哪儿呢？我得牢牢看住，不能让他换了。你去啊，我也不会。好险，没上他的当。拉倒。哎，这个地，吃个饭，还没吃。想看你吃完啥表情？你妈打呢？你妈闹呢？哎，馋。吃的要一起分享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不吃我就放心了。没了，不吃啊？不吃你吃吧。这不是没了？没事，泡着吃，一口闷。
我这有这个鸭腿呢，我不爱吃肉这种蛋泡。是，今天，要不太方。哎呀，有时候我这不太有时候，哎呀。嗯。我拿腿儿泡菜。哎，都赶紧就吃吧，这么多事儿，人吃点青菜这么难的。吃没了，不能给我换了啊！你要不干啥啊？哎呦我的妈！换吗？又长杠子。